話說尋晚偉哥我喺銅鑼灣避風塘食炒蟹，幾杯黃湯落肚，隔離台有幾個江湖大佬飲大咗，其中一個無啦啦拍台大叫：依家啲後生仔揾食真係冇底線，為咗上位乜都啱得出。呢句酒後失言即刻令偉哥我諗起今日要同大家拆解嘅呢單奇聞。呢單嘢真係完美詮釋咗咩叫人不要臉，天下無敵。各位街坊，你哋平時碌手機，有冇見過一個外國後生仔對眼瞪到好似銅鈴咁大，青筋暴現，對住個鏡頭大叫：我哋中國太厲害啦，我愛中國。冇錯，佢就係今日嘅主角，被無數網民戲稱為甲亢患者嘅俄羅斯網紅福拉夫。你以為佢真係一個黐線佬？你以為佢真係愛國愛到失去理智？大家諗深一層，如果扮傻可以換嚟千萬粉絲，可以買車買樓，你估下有幾多人會爭住去排隊扮傻？呢個世界最恐怖㗎，從來都唔係癲佬，而係一個絕頂聰明嘅人，披住癲佬嘅外衣去收割全天下嘅水魚。你以為咁就完啦？錯啦，大佬！更黐線嘅事仲喺後頭。時間推返去1995年，福拉夫喺俄羅斯一個叫海蘭鋪嘅地方出世。呢個地方有幾特別呢？佢同中國黑龍江嘅黑河市就只係隔住一條江。細細個嘅福拉夫趴喺屋企窗邊，望住對岸嘅中國由原本嘅平房慢慢變成高樓大廈，夜晚燈火通明，而自己身處嘅俄羅斯小鎮就依然死氣沉沉。佢老豆老母一得閒就帶佢過關去黑河買平嘢食好嘢。喺佢幼小嘅心靈入邊，中國呢兩個字早就同繁華有錢畫上咗等號。到咗佢17歲高中畢業，呢個靚仔做咗個人生最重要嘅決定，就係拖住個 IG 買張車飛直奔北京，入咗北京語言大學讀中文。你哋千祈唔好以為佢係去混日子，當年嘅福拉夫絕對係一個超級學霸。每日清晨5點鐘天都未光，佢就爬起身背唐詩、練中文字，勤奮到連本地學生都自愧不如。到咗2016年，佢更加以全級第1名嘅逆天成績畢業，仲代表全體留學生上台致辭。嗰一刻，佢企喺台上，成個未來社會精英嘅款，眼神入邊充滿住對未來嘅憧憬。點知現實往往係最殘酷㗎，學霸又點？出到社會一樣要捱世界。跟住落嚟發生嘅事，真係電影都唔敢咁拍。畢業之後，福拉夫留喺北京打工，一個冇背景、冇人脈嘅鬼佬，只能夠入去一間中俄合資嘅物流公司做打工仔，每日逼地鐵、逼巴士，來回通勤足足4個鐘，人工仲要得個1萬幾千。望住北京5環外嘅萬家燈火，福拉夫個心度諗：我讀書考第一，憑乜嘢依家要喺度做鹹魚？佢唔甘心，於是辭工自己創業，同朋友夾份喺北京開咗間賣包子嘅鋪頭。結果呢，1年都未捱過，執笠收場，仲爭落一身債。山窮水盡之際，佢老婆出現咗。佢老婆係一個大佢足足25歲嘅韓裔澳洲籍女人，叫瑞拉。兩人喺大學認識，雖然年紀爭一大截，但係瑞拉好有生意頭腦。佢哋搞咗間賣紅酒嘅淘寶店，但係生意一直都係半死不活。為咗救忙，瑞拉發現當時抖音啱啱興起，就叫福拉夫利用自己鬼佬呢個優勢去拍片引流。一開始佢哋拍啲乜嘢呢？教人品酒，教人西餐禮儀，結果流量慘淡，根本冇人睇。福拉夫心有不甘，開始搞啲無厘頭嘢。例如鬼佬挑戰飲紅酒溝雪碧，或者着住西裝喺鏡頭前扮高深咁朗誦我春，其實係諧音我蠢。點擊率係有啲起色，去到幾十萬，但離發達仲有108000里。大家食花生食得開心，就俾個熱推，當買飛入場啦，下面高潮馬上到。直到有一次，佢無意中拍咗一條片，片入邊佢只係對住鏡頭狂讚中國嘅電子支付有幾方便，講咗句還是中國好。話條片一出，點擊率好似火箭咁爆升，直接衝破1億，幾百萬個讚好湧入嚟。福拉夫望住手機屏幕上瘋狂跳動嘅數字，佢終於醒水啦。佢揾到傳說中嘅財富密碼。由嗰日開始，一個名叫福拉夫嘅究極體怪物正式誕生。
佢徹底拋棄咗以前嗰個斯文靚仔嘅形象，將自己包裝成一個比中國人更愛中國嘅狂熱分子。每次出鏡，佢一定會着住紅當當嘅衫，或者印住中國兩個字嘅外套。最攞命嘅係佢個表情，雙眼瞪到好似要跌出眼眶咁，瞳孔放大，眉毛戚起，再配上極度浮誇嘅笑容，用盡全身力氣對住個鏡頭咆哮：我哋中國真係太厲害啦！我愛中國，我要成為一個真正嘅中國人。你以為佢淨係得把口，為咗呃科，佢連條命都可以唔要。接落嚟嘅劇情真係挑戰人類腸胃嘅極限。福拉夫發現中國網民中意睇外國人體驗中國文化，特別係食火鍋。於是佢開啟咗萬物皆可火鍋嘅癲狂模式。你以為係普通嘅肥牛金針菇，你太天真啦，大佬！佢拍片挑戰大蒜火鍋，成個煲入面全部都係一粒粒白雪雪嘅生蒜頭，跟住又搞香菜火鍋，成座山咁高嘅芫茜浸喺紅油入面。甚至乎連苦瓜火鍋、荔枝火鍋、忌廉火鍋佢都食得落肚。最癲嗰次，佢直接買咗條仲識喐嘅生猛大章魚，成條掟落個滾水煲度，然後笑騎騎咁夾起條生勾勾嘅章魚，衰放入口，仲要大叫太好食啦！中國火鍋太牛啦！佢連結婚嗰日都唔放過任何掠水嘅機會。佢同大佢25歲嘅老婆行禮，特登訂做咗一個巨型嘅火鍋造型蛋糕。切蛋糕嗰陣，個蛋糕唔小心跌咗落地，搞到成地都係紀念。你估佢點做？佢竟然同老婆愣喺草地上面，徒手執起地下啲爛蛋糕塞入口，對住鏡頭豎起大拇指大嗌：好食！中國火鍋蛋糕太好食啦！為咗維持呢個人設，佢無所不用其極。去外國旅行，去馬來西亞坐船，佢要喺船頭擺個電磁爐食中國火鍋；去拉里島曬太陽，佢要喺沙灘度拎包火鍋底料出嚟，大叫我愛中國火鍋。佢將愛國變成咗一場極度廉價、極度粗製濫造嘅行為藝術。但係網民嘅忍耐係有極限㗎。我見到網上好多網民都話佢係甲亢發作，話佢似精神病。但係偉哥同你講，從所謂完美犯罪中百密一疏嘅致命破綻嚟睇，佢根本係一個極其清醒嘅精算師，只不過貪字得個貧，狐狸尾巴總會露出嚟。當福拉夫嘅粉絲突破1000萬大關，接廣告接到手軟，月入過百萬嘅時候，佢終於露底啦。佢拍片大聲疾呼：我從來唔用外國貨，我只用華為，我哋國產手機太厲害啦！但眼利嘅網民好快就發現，佢喺另一條片度不經意咁喺鏡子反射入面揸住一部最新款嘅 iPhone 喺度覆 message。有網民仲截圖放大，見到佢平時出街食飯，甚至拍緊片嘅空檔，手上全部都係攞住蘋果手機。呢下真係公關大災難！你口口聲聲話愛國產，話外國貨係垃圾，轉頭自己就用住幾皮嘢一部嘅外國名牌。呢啲叫乜嘢啊？呢啲叫口裏說不，身體卻好誠實。唔單止咁，佢嘅浮誇演技開始引起嚴重嘅反感。大家開始醒覺，呢條友根本唔係真係欣賞中國文化，佢只係將中國網民當成提款機，當成一班只要聽到人讚兩句就會科水嘅傻仔。甚至連喺中國發展嘅其他外國網紅都睇佢唔順眼。有個外國 rapper 專登寫咗隻歌 diss 佢。歌詞直接寫住：你裝傻老外，為咗恰爛錢，你嘅視頻千篇一律，全都拍馬屁，仲有面繼續，連同鄉都覺得佢影衰晒所有喺中國正正經經工作嘅外國人。講到底，福拉夫現象係一個時代嘅畸形產物，佢精準咁捕捉到大眾嗰種需要被外界肯定嘅虛榮心，佢將外國變成咗一盤明碼實價嘅生意，一條方程式。外國人面孔加浮誇，表情加貶低，外國加死命，狂讚中國等於無盡嘅財富。但係偉哥想講，真正嘅文化自信，從來都唔需要靠一個外國人為咗賺錢而做出嚟嘅小丑戲碼去證明。當潮水退去，大家就會知道邊個冇着褲。福拉夫呢種靠消費感情、透支信任嚟換取流量嘅手法，注定只係一場短暫嘅鬧劇。佢呃得咗一時，呃唔到一世。依家嘅佢流量已經大跌，曾經嘅財富密碼已經變成咗人人喊打嘅過街老鼠。呢個結局真係應驗咗老一輩嗰句：
食得鹹魚抵得渴，出得嚟行，遲早要還啊，大佬。